專業屍體對話，敏感真相解碼，俾個機會等我對你操勞10分鐘。大家好，我係驗屍官，歡迎大家嚟到抽絲剝繭2.0。嗱，如果你上一集冇 miss 到嘅話咧，咁你應該都會開始發現到自己每日喺度面對住嘅各種林林總總嘅問題啦。都可能唔係屬於你自己嘅。咁今集嘅話咧，我想再講得稍微深少少。就算你明知道自己係被影響、被製造、被生產，但係你依然係冇辦法離開呢條賊船嘅，因為你根本就冇第二條船可以上。嗱，而家咧，你會發現 LinkedIn 啦，或者係 YouTube，仲有 TikTok，仲有微信朋友圈，總之就各種唔同嘅社交媒體渠道，你會發覺總係會有那麼一兩個人咧，係會不斷喺度講學 AI、用 AI。總之就係你唔識 AI 咧，就係會執輸行頭、拆個敗家嘅。但係你有冇發現，其實從來都冇人用支槍指住過你嘅喎，但係你就係會覺得你唔學唔做唔得。你以為 AI 只係一個簡單嘅效率提升工具？AI 其實係一個新嘅做事標準。嗱，以前咧啲報告咧，你慢慢寫，慢慢砌。計數咧，你亦都係慢慢去讀啊。分析咧，亦都係慢慢去諗。而家你做得慢啊，廢咯你！唔識用 AI 幫輕下你啊，咁你咪輸蝕咯。其實唔係因為你弱雞嘅，僅僅係因為個標準變咗。嗱，你知唔知咧？即係其實我自己出嚟撈咗咁多年咧，我見過自己一個最勁抽嘅一個商業模式係乜嘢？並唔係嗰啲發現問題跟住去解決問題嘅，而係重新定義你有問題嘅，仲要好鬼鬼祟祟咁樣去植入一個 signal 俾你，冇咗我你就成問題。而當你真係開始相信你自己本身有問題，咁你就真係自動自覺咁樣去離唔開佢啦。一旦你開始習慣用 AI 嚟寫文書，用 AI 嚟去諗框架，用 AI 嚟去做各種唔同嘅決定，當有一日你唔用嘅話，你即刻就會發覺你再都寫唔出嘢，你再都諗唔清啲數，而且做嘢仲要慢到完全跟唔上。其實唔係你退步咗，而係你已經俾呢個 AI 版本嘅做事標準徹底將你困住咗。你覺得我喺度危言聳聽嘅話咧，你即管可以去諗下，當有咗 keyboard 之後，當你再攞返起支筆嘅時候，你有幾成把握可以完全手寫，冇忘字，亦都冇錯漏啊？所以 AI 唔係令到你變得越嚟越先進，佢其實係
令到嗰個唔用 AI 嘅你變成一個連存在價值都會被質疑嘅一種人。所以歸根到底，其實唔係 AI 好唔好用，或者有幾好用，未來有幾好用，而係當 AI 變成咗呢個時代嘅新嘅做事標準嘅時候，佢可以決定你有冇價值或者值幾多嘅時候，咁你仲覺得自己用緊個工具嗎？定係個工具個標準嚟用緊你啊？我係驗屍官，呢度係抽絲剝繭2.0 AI 時代，我哋慢慢拆。